幾百蚊紙就可以體驗公主級服務，仲有10幾位日本靚仔輪流跪地過嚟遞毛巾。成日有女性朋友仔睇完日劇就好好奇咁問我：ねえねえ、ホストクラブってどんなとこ？為咗滿足各位姊妹嘅好奇心，我做咗大量嘅功課，總結咗呢一份日本牛郎店防服科普指南，即刻掹低佢，包你可以精明又安全咁帶埋姊妹去威一次啊！不過講攻略之前 ，check 下資格先。日本嘅法律好嚴，想飲酒必須要滿20歲，護照一定要記得隨身帶。首先我哋要重新定義一下，日本嘅牛郎店賣嘅從來都唔係新，而係情緒價值同埋夢幻時間。想玩得開心又唔傷荷包，我要同你科普呢5關。第一關，小心隱形自動續費，入場就好似搭的士咁有起步價，通常叫 one set， 一般係60分鐘。重點嚟啦，大多數店實行無聲自動延長，時間一到，服務員係絕對唔會提醒你嘅。一旦超過1分鐘，就當你係下一個 set 啦，分單隨時滾幾倍。所以唔想荷包出血，教翻個電話震動鬧鐘，灰姑娘夠鐘，記得識得離場。第二關絕對 no touch， 記住呢度係君子動口不動手嘅遊樂場，任何身體嘅接觸都可能會被客服請出門口，所以你就當你隔離嗰位靚仔係一個專業嘅心理陪伴師。驚唔識日文會有 dead air，或者簡單一句乾杯加個微笑，剩低嘅就交俾呢班專業嘅氣氛組啦。記住喺呢度，笑容同埋酒精就係世界嘅通用語言。第3關，關於 gym 嘅高情商博弈，傾到興起嗰陣，個靚仔通常都會問你可唔可以飲杯嘢啊？你要明白呢度其實係俾佢嘅變相小費，接受代表你對佢嘅肯定。但係如果你覺得佢麻麻地，絕對可以笑住講 いいです。第4關，新手必知嘅定情潛規則，第一次去通常係 free 入場。會有成堆嘅靚仔輪流過嚟同你傾偈，好似面試咁。呢個時候你就要 mark 實邊一個最有 feel。最關鍵嘅知識點嚟啦，離場嗰陣，客服通常會問你今日想邊個送你出門口。それで送り指名は誰に？小心啦！一旦你揀咗佢送你出門口，佢就會成為你喺呢一間店嘅擔當。日本嘅行規好似係永久指名制，即係話下次你再去就只可以揾翻佢，冇得轉其他人㗎。第5關。善用初回紅利，一定要記住呢關通關密語。入門就講我係 Shokai des， 因為真係會平到你笑，幾百蚊紙就可以享受無限暢飲加公主級待遇。你會見到一班靚仔輪流過嚟當晒你係公主咁服侍嘅，哪怕你只係想去飲杯嘢見識下，我覺得都絕對值回票價。不過 Benny 最後都要戴翻個頭盔，利用規則去體驗無妨。攞完着數就好走啦。呢個本質係一場販賣戀愛感嘅遊戲，千祈唔好沉船，更加唔好諗住去拯救邊一個，因為真心喺呢度真係會變成好花錢嘅奢侈品。想知道更多日本呢啲奇奇怪怪嘅文化觀察， follow Benny， 下次見。